今日係2025年4月30號，係復活期第2週嘅星期三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聖言金句係出自聖若望福音第3章第19節：光明來到了世界，世人卻愛黑暗甚於光明。今日嘅讀經一係宗徒大事錄第5章第17至26節，主題係看，你們押在監獄裏的人，站在聖殿裏教訓百姓。福音係聖若望福音第3章第16至21節。今日嘅福音係講述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自己的獨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致喪亡，反而獲得永生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內容如下：千禧世代嘅第一位聖人卡洛亞庫蒂斯曾經分享佢對朝拜聖體嘅體驗，就如常對着太陽會使人皮膚曬黑，常對着聖體可以使人神聖。佢曾經慨嘆，好多人願意花好長嘅時間排隊參加演唱會，但係作為教友，卻揾唔到5秒鐘嘅時間靜靜地咁樣留喺聖體櫃前面。唔知道你喺休閒同埋世俗嘅事務上面嘅時間佔比有幾重呢？同用喺信仰同埋靈修嘅時間相比又如何呢？今日福音嘅作者感言：光明來到了世界，世人卻愛黑暗甚於光明。基督徒藉住聖洗聖事同天主建立親密嘅關係，成為天主嘅子女。但係世界上面有好多事物可以拉遠我哋同天主嘅距離，當中一啲更加唔一定睇落好黑暗。據一個外媒嘅調查顯示，美國嘅千禧世代平均每日使用手機嘅時間超過6個鐘。而家社交媒體嘅推送技術發達，總係可以將啲吸引嘅內容送到你眼前。諗下身邊遇見過幾多同屋企人朋友食飯嘅時候喺度碌電話嘅人，又或者瞓覺之前仲要再碌下，耽誤咗入睡嘅時間。咁樣嘅樂在其中，結果係用喺其他地方嘅時間不知不覺咁樣被侵蝕咗。忽發奇想，如果由領洗開始，每年喺慶祝領洗嘅紀念日，記低自己分配喺信仰上面嘅時間同埋行動，年復一年咁樣進行比較，或者可以大致窺見一個人嘅趨勢。雖然信仰唔應該被量化，但係更清晰咁樣睇到自己點樣使用時間，當有助於自我反省，以便調整生活中嘅優次，將更多嘅時間同埋精力投入喺發展同天主嘅關係上面。今日嘅祈禱同反思如下：主耶穌，世界上面有太多事物阻礙我喺信仰上面成長，求你幫助我得到你嘅光照，不令到自己嘅生命浪費喺虛無嘅事物上面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